今日係文學家仲理火嘅百歲名攤，下個電視製作嘅專題而團以致敬。仲理火喺讀書家下，受到窮阿爸無窮阿妹嘅阿哥仲孝東過大嘅影響，而開始過上嘅啲影響係乜嘅情形咯？而同阿姐嘅總台妹也是第二次大戰家下，遇到中國嘅瀋陽同北平，開始引人嘅新生活。喺佢短短嘅6年當中，係仲理火對影響嘅追求，韓國人同漢嘅唔順勢感受清楚嘅世界。最裡面有認真對中國失望歸到台灣來。對於後期嘅作品《立山農場》，看得出因為是由台灣一塊土地，乃係以醞釀嘅母親。你們非這樣做不行。有什麼辦法？誰叫他姓鍾，我也姓鍾呢？男主角又緊張又不安的坐上火車，仍一定要離開不准共享結婚的保守家庭，就像係電影影響人的內容同樣。現實當中，仲理火跟總台妹兩個人該艱辛的對高雄初選的出發。經過基隆去日本門市，再過由下關運錯去韓國釜山的船呢，親密漲到中國東北瀋陽，就係當時日本政府付出勝利的滿足國。仲理火咩認真按呢行上一下一些人回歸影響的立場。雖然我受的是日本教育，可是我喜歡看的書是我們中國的書，所接觸的人是中國人。都係東北瀋陽為講日本化間漢人的仲理火，唔但搶緊日本人喺東北對華人的統治都看到鬼清楚，而未感受到日本殖民者的黑暗面。那你們一定要信，你當心回去我會扒你的皮，扒了我的皮，我也不要見日本人。受到日本的欺負跟壓迫，韓國加深仲理火對影響中國的向往。故所以帶人家的來也，再過一擺排除所有困難，離開滿族國，偷偷入到關內，喺那提上所謂北平。你要抗日，那用什麼來抗日？那只好就是用中國這個祖國意識，用祖國意識來對抗日本意識，這是必然的。仲理火喺北平講述跟認識中國文化，上網讀書跟寫作，以及蠻認真觀察中國。但對民族的反響跟批判向日文學創作地位。他個人在北京的時候受魯迅的影響非常非常大，那所以他寫的那個《賈竹桃》，其實就是借由那個魯迅的思維方式來寫他的作品。The bomb was exploded above the city, and in the towering mushroom, Japan could read its doom. 1945年，日本大蘇投降，完全撤出中國。不過台灣人喺北平的處境，仍然有雜蠻大的變化。你不用開口，我就知道你是台灣人。告訴你，日本人已經投降了，你們的靠山也完蛋了。你們台灣人到我們這兒來，是沾了日本人的光啊！別人看我是日本人，可是我是台灣人啊。然後別人看我是中國人，可是我是台灣人啊。可是台灣人的那個的身份一直沒有顯露出來，因為他感受良深嘛，他夾在兩個政權之間，所以他就是說歷史的巨輪向前面翻滾前進的時候，台灣人被忘記了。仲理火喺睇北平的5年當中，看透為中國社會的唔體貼，影響情懷咩停令日本大蘇跟國共內鬥磨合槍槍。對仲理火的晚期作品《立山農場》做得看得出，因為搶台灣也往土地，正係以醞釀的母親。下個新聞來關於鍾淑妃、戴志明、鍾意山綜合報道。